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01天。根据媒体报道说，乌克兰正在库尔斯克集结部队反击俄军，剑指核电站。普京前2天说，俄军的810旅已经插入乌梅，到了这个库尔斯克乌军的后方，意图掐断这个库尔斯克乌军的后勤补给。但是乌克兰方面予以否认。那现在媒体说乌军在库尔斯克集结部队反击俄军，剑指核电站。这个核电站在库尔恰托夫，这是核电站的所在城市离特罗伊伯特诺耶仅有2小时车程，离乌克兰边境只有60公里。这乌克兰人在那里集结部队，准备对俄罗斯进行反攻。乌克兰10个旅可能从后方攻击库尔斯克的俄罗斯军队，并控制库尔斯克核电站。这个是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消息。但是凤凰卫视陆宇光他报道，这个凤凰网记者一线直击说，俄乌两军目前在库尔斯克的核电站重重设防，同时在这个方向的前方交战区域也是相当的激烈，乌克兰军队不断的朝这个方向进行突击，俄军的防御也相当的缜密。21日，乌克兰军方宣布，20日夜间至21日早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增援部队已机动到库尔斯克地区苏贾以南区域。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言人利霍沃伊21日表示俄军向尼古拉耶夫、达雷诺地区的乌克兰国界推进，俄军的进攻被击退。这是凤凰网报道的，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的核电站的方向发生激战，那就部分说明这个乌军恐怕是确实剑指库尔斯克核电站。俄罗斯方面一方面说已经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已经收复了60%的领土，一方面凤凰卫视有报道双方在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发生激烈的交火，说明俄罗斯方面的报道确实就像特朗普的话一样，信口开河，随口就来。这个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谢尔盖鲁德斯科上将宣布，俄军已在库尔斯克夺回了超过800平方公里的乌军控制区，约占乌军最初控制区的64%。他说，目前乌军仍在库尔斯克控制着超过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塔斯社则报道，俄罗斯安全机构表示，俄军正在切断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主要补给线，这些补给线处于俄军火力控制之下。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俄罗斯方面这个恐怕是谎报军情。如果乌军的补给线被切断，那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就面临着弹尽粮绝、被包饺子、被围歼的可能。那怎么可能还有兵力去发动对库尔恰克市那个核电站发动攻击？俄乌双方现在在战场上打的还是比较艰苦，双方进行绞肉战了。虽然天气严寒，不利于进攻，但是双方在特朗普的高压之下，在随时会到来的和谈之前，在停火之前，那还是能多占一点地方，那就要想办法多占一点，这样在谈判桌上就比较主动。这2天现在重点已经从战场转移到了外交，转移到谈判桌上转移到了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隔空互相抱怨或者指责。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叫谩骂。根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批评马克龙和斯塔默，也就是法国和英国未能支持乌克兰，并且在入侵开始时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特朗普说欧洲基本上没有什么提供，而美国却把钱花在了一些非常遥远的国家，还是抱怨欧洲出钱出的少。这个在特朗普的指责之下，特朗普声明欧洲需要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洲合作伙伴宣布支持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新方案。根据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200亿欧元的新一揽子军事援助。该一揽子计划将包括提供火炮弹药、防空系统、精确导弹、无人机、
其他武器以及加强乌克兰的军事力。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还将在2月24日俄罗斯入侵3周年之际宣布新的乌克兰军事援助计划和对俄罗斯的制裁。那就英国还要单独的再制裁俄罗斯，说英国政府正在制定涉及3个不同政府部门国防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内政部的一揽子措施，以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该一揽子措施已经被称为3重打击。这个英国政府的一位高级消息人士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希望让乌克兰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无论是谈判还是继续战斗，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会采取哪种立场，我们继续以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谈论的所有方式支持乌克兰是正确的。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报道，斯塔默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计划，向乌克兰部署至少3万名欧洲士兵，以争取美国的支持。在下周日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斯塔默预计将解释欧洲军队将如何能够执行特朗普促成的任何停火协议。在特朗普的谩骂之下，这欧洲没有办法，英国率先带头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也要加大力度。也就是在面对媒体的时候，特朗普他又公开承认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实际数字67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1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个跟泽连斯基说的差不多，跟布林肯说的也差不多。因此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不到1000亿美元，特朗普自己承认了。所以特朗普前几天说的什么3500亿美元，张口跟乌克兰要5000亿美元的稀土的矿石协议。所以说特朗普这个人说话不靠谱，大家不要听他说什么，他就是随口来啊。他说这样的一个数字，无非就是给泽连斯基施压，不讲道理，说白了就是耍流氓，说白了就是那个商人谈判的那种无底线的这种行径。他把这种正义的事业当做一种商业利益的这种博弈，你跟一个商人你能说得进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这不是问题。他前2天说3500亿美元，让泽连斯基说一说你这钱去哪儿了。今天又承认说只有不到1000亿。那以前我的节目就说了啊，你美国对外拨款，第一个你总统他有议案，他不是说你财务想往谁打点钱，把现金往哪儿拎。第一个有议案，第二个国会还要批，第三个你无论是国防部出去的还是财政部出去的还是其他的部门出去的，你都有账，你自己把钱打给谁了你自己不知道吗？所以特朗普拿这个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来讹泽连斯基，完全就是无理的，他就是胡搅蛮缠，就是胡说八道。我再举个例子啊，马斯克现在说美国的什么社保给什么300多岁的人发社保，给100多岁的人发社保，这个典型的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民粹。就这个事，我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你这个社保到底发给谁了？你账打到哪去了？但美国他也不能发现金，知道吧？说给你发现金让你签个字，没有这样的，人家都打到账户上，这个钱打到哪都有痕迹，你查一查谁把这钱拿走了。为什么不公布这个？媒体为什么不跟进说这300岁的人是谁，名字叫什么，他活着还是死了，这个钱打到那儿去了，最后这钱去了哪儿，谁把它提出来花了？没有，他只要告诉说我们现在还有300岁的人在领社保就行了，目的就达到了。因为群众只要就能发泄情绪，这个不是干事的态度，就是你叫程序正义，你得有证据。就像这个特朗普张口就是3500亿美金，那你美国财政部怎么把这315亿美元怎么花出去的？打给谁了？你不知道吗？那670亿是武器，对吧？那670亿你是在美国国内赚的，你打给什么军火商了，采购武器，完了补充那库存，你把那旧武器送到乌克兰去了。但是特朗普对这个无所谓，他就随口就来。这一次要签订矿石协议，特朗普又说美国即将与乌克兰签署一项协议，以拥有乌克兰大部分矿产资源作为援助的回报。特朗普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协议，是个大交易，但乌克兰方面希望达成协议，这也让我们在那个国家保持影响力，他们对此非常满意，我们能够收回资金。这是特朗普作为商人我认为他被泽连斯基给勾住了，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吧？
不管怎么说啊，特朗普对这笔交易是上了心的，要不然他不可能发脾气破防。另外，第一次他的财政部长叫贝森特到慕尼黑找泽连斯基签，泽连斯基没签。第二次凯洛格来了，泽连斯基他愿意签，但是还没有签。这个特朗普他已经相信了，说乌克兰方面希望达成协议，愿意签。但是有媒体报道说，这个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这是路透社报道。他说，3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向基辅施压，要求获取乌克兰的关键矿产，并提出了切断该国对马斯克至关重要的星链，也就是卫星互联网系统的访问的可能性。消息人士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出的初步提议后，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讨论中提出了乌克兰继续使用旗下的星链计划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说威胁他，说3月1号之前如果不签就给他断网。但是这是媒体传的，不知道真假。但是2月2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说，他说乌克兰拥有星链的替代通讯系统。他自己在那个电报频道上谈到此事。科瓦连科表示鉴于有关星链通信系统关闭的消息，没有必要说一切都失去了。乌克兰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马斯克要把星链停了，你就停，吓不到我，我们有备选方案。这是科瓦连科对路透社一篇报道的评论。该报道称，如果乌克兰拒绝与美国达成稀土矿产的协议，美国可能会在关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 SpaceX 卫星通讯系统。这个科瓦连科说，首先他们也指的是美国不会关闭它，也就是说美国是不会关闭的。其次说还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他没有透露乌克兰军队的内部替代沟通渠道的细节，也就是乌克兰人家放话了，不怕你美国什么断网星链不让他用。这个2月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叫米哈伊尔·谢列梅特，他就呼吁马斯克，建议马斯克剥夺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星链卫星系统权限。关于武器援助，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叫沃尔茨他对媒体说，他说我们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部分武器是通过库存削减机制提供的。他说我们实际上是从自己的军火库中提取这些武器，然后通过新的预算拨款逐步重新采购它们，以补充库存。并且沃尔茨说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延迟，也就是沃尔茨自己承认了你这个一本糊涂账是你们美国人自己整的，跟人乌克兰没有关系。你给乌克兰送去的都是库存的那些武器，旧武器，你的国会拨的款600多亿都是给那些军火商了，军火商在生产武器，再给美国补充库存。你问人泽连斯基钱到哪儿去了？泽连斯基哪知道所以这个特朗普就是血口喷人但是乌克兰方面说，由于存在棘手问题，泽连斯基尚未准备好与美国签署资源协议。这个泽连斯基一直说他愿意跟美国签这协议，但是他迟迟没有签。原因就是泽连斯基说，草案并未体现协议中的伙伴关系，只包含乌克兰单方面的承诺。也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乌克兰没有权利，美国没有义务，那你这个协议就不对等。那你可以说这个协议是个卖国协议。如果美国它权利义务相等，它得到了这些矿的开采权或者是收益，你得付出你的义务，你的责任，承担责任。什么责任？就是安全保障。那这个恐怕他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泽连斯基呢肯定不签。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签，因为双方恐怕还要继续博弈。美国乌克兰的议会议长他对媒体说他说乌克兰政府将从下周初开始认真工作，与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政府就矿产和安全保证达成协议。他说作为胜利计划的一部分，泽连斯基去年9月曾向美国提议共同开发乌克兰的地球矿物。你看这是不是我在前几天节目一直说邀请美国来开采这个矿是泽连斯基的主意，不是人美国人主意。所以我认为这个特朗普是上当了，也不能叫上当，就是说明泽连斯基很聪明，
知道你特朗普是个商人，无利不起早，所以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3年来，我们都没听说过什么乌克兰是稀土大国啊，它地底下还有5000亿美元的这个稀土，好像没听说过。一般的世界这个稀土的储量早就被探明了，哪儿有哪儿没有，哪儿多哪儿少，哪儿的品位高，这不是已经探明了吗？怎么乌克兰突然冒出来了？所以我昨天节目就说了，这个玩意比较蹊跷。特朗普到底知不知道这具体情况，还是说将计就计，还是说是演戏要演全套啊，配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叫德米特鲁克接受采访时说，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吹嘘乌克兰的矿产时严重误导了特朗普，而所有这些稀土矿产资源目前都位于正在发生战斗的地区。他说乌克兰的稀土资源几乎全部坐落于战事频发的地区，也就是顿巴斯地区啊。他说这一事实早已为人所知。此前既有观点指出，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宝库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带，说这一富含宝贵资源的区域目前正被俄罗斯所管辖。问题是这些难道特朗普不知道吗？就是我就怀疑特朗普怎么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呢？这个作为最高拉达的议员德米特鲁克，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都值得这个怀疑。咱们的央视新闻报道说，乌克兰被曝并无大量稀土，只有焦土。美国彭博社网站19日刊登了能源以及大宗商品产业作家哈维尔·布拉斯的专栏文章。布拉斯在文章中就乌克兰的稀土矿产资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乌克兰并没有大量的稀土。哈维尔·布拉斯在文章中写道，对乌克兰稀土矿的炒作始于乌克兰人自己，说但很快他们就失去了对叙事的控制。从今年2月初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频频推进乌克兰用矿产资源换取美国继续对乌援助的相关协议。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的。我在想，对全球资源的这个叫探矿，你说前苏联时期，那苏联的地上早就翻了一个遍，哪儿有什么早就探明了。即便前苏联时期没探明，你后来解体以后，乌克兰自己也会探，都没有爆出说乌克兰有大量的稀土，怎么一下就出来这么多稀土？这个泽连斯基很厉害，他讲的这个故事啊，总之让特朗普产生浓厚的兴趣。即便这个矿现在被俄军占领着，完了他把这开采权要跟特朗普签个协议，所谓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肯定不会派兵，所以我推测他们下周肯定要达成协议，这个是没跑的，因为泽连斯基就想跟美国要达成这个矿产协议，但是你不能贱卖啊，你越贱卖，这个特朗普他越要价要得很，所以泽连斯基他就得吊着卖，他总是拒绝啊，他嫌你条件不好。我想下周这个协议一定会签，这个没有任何悬念。但是特朗普会出什么价格？特朗普有可能他会加上一条，如果俄罗斯进攻这些矿，那么美国就会援助乌克兰武器，很有可能加这么一条。他不会加说美国会派兵，美国是不会出兵的，他有可能会特朗普会加这么一条，那就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你只要进攻这些矿区，那现在矿区被俄罗斯占着的一大半是俄罗斯占着的，那恐怕那你谈判就得把它谈回来，这个难题就交给特朗普了。俄罗斯占领的这地方要吐出来，要不然你跟乌克兰签这个矿有什么用？吐出来之后，如果俄罗斯再次侵略，那这个美国就要提供武器，我估计也会达成这么个协议。下周见分晓。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说也不差，拿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矿，探矿很难的，我搞矿我懂，那玩意就是矿区，你开采不一定能赚钱，那矿的品位、矿体的姿态、那矿脉的走势，在下面到底什么个姿态，你都搞不清楚，以前都没听说。你说美国人把这一签，特朗普是个开发商，是搞房地产的，他哪懂矿？他没有我懂矿。这玩意他一签，很有可能是叫空欢喜一场，很有可能开采成本很高，很有可能品位很低。特朗普他搞不清楚，他是个商人，他以为有矿就能发财。我们看看那个舒尔茨是怎么评价的啊？当地时间2月11号，这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啊，他说美国政治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词就是交易。
但这个交易的真正含义是，美国只能从中获利的事，如果无利可图，美国就不做。舒尔茨说德国政治的特点和美国不一样，德国支持乌克兰是因为乌克兰不能被抛下，而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矿产资源。那舒尔茨的意思是，那德国帮乌克兰不仅仅是那儿有矿产资源，矿产资源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乌克兰不能被抛下，也就是正义。那你美国眼里只有利益。主要说特朗普自己从不否认他是个伟大的交易员，他就喜欢交易。2月22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必要举行私人会晤，讨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条款。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时，对媒体说了这番言论。你看看，特朗普又有新的说法了，他建议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私人会晤。特朗普说，我认为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应该会面。那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不是把乌克兰已经抛出去了吗？乌克兰连到谈判桌边上的资格都没有，怎么特朗普又让普京和泽连斯基要会晤呢？这个胡锡进老师可以说为俄爹是操碎了心，就现在已经开始为俄爹叫尬喜。反正他自己不觉得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你说谈判你能绕得过乌克兰？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的口炮一哥梅德韦杰夫最近又是怎么在辱骂这个普京。首先，这个梅德韦杰夫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他说评价特朗普政府只能根据其实际行动。你不能不说这个梅德韦杰夫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了，跟咱们的观点一样。你看特朗普叫听其言观其行，你不要听他这满嘴跑火车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这个咱们一直在这么宣传，在这么说你看梅德韦杰夫他喝了早酒，他都是这种观点。实际上梅德韦杰夫是在给这个普京添堵，因为普京这几天正高兴，特朗普在给泽连斯基泼脏水，来帮他骂这个乌克兰，给人感觉好像要帮他这个从战争的泥潭中拔出来。普京还没高兴2天呢，结果你说梅德韦杰夫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告诉普京说你不要听特朗普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到现在为止做了啥？所以你看普京一听这话，那心里不是哇凉的吗？你高兴2天都不行。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就是添堵，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再看看这个二哥，口炮界的二哥卡德罗夫。媒体报道说，卡德罗夫劝谏普京对和谈不要抱有太大希望，练兵备战才是正经事。说这个美俄沙特谈判全球瞩目之际，有一个不合时宜的表态传出。据俄罗斯媒体莫斯科时报报道说，近日车臣领袖卡德罗夫表示俄罗斯千万别掉以轻心，一心扑在和平谈判这件事情上，而是应该抓紧时间，趁着这个喘息窗口练兵备战，并且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提升将士们的装备，打赢未来的高科技战争。可以说卡德罗夫也是没安好心，只是嫌普京死得慢。人普京现在一心一意的想着和谈，跟特朗普都要抱紧特朗普的大腿，结果卡德罗夫说你别和谈，对吧？你不要抱太大希望。那个特朗普又是耍你现在趁这个机会赶紧练兵，赶紧搞点装备，接着打。你俄罗斯不削弱，俄罗斯不那个流血，那车臣他怎么独立啊？你看这都是不省心的，都是嫌这个普京死得慢。梅德韦杰夫也是，卡德罗夫、梅德韦杰夫这俩人没有一个说盼着普京好的。如果现在俄乌停火，那你说车臣还能独立吗？难度就大得多，机会窗口没了。那你说梅德韦杰夫还能再上台吗？对吧？说不定要中毒。普京一旦从战争泥潭中抽身的话，一定会回头收拾国内这些。包括绍伊古、卡德罗夫、梅德韦杰夫，恐怕一个一个的要收拾完。所以这些人是不可能希望停火的，他会裹挟着普京接着打。普京想停火，恐怕他国内这一关也比较难。杜金也不希望普京停火，都认为普京要上特朗普的当。因为恐怕大家都知道就算特朗普调停成功，俄罗斯发动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应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大概率在特朗普的这个概念里面，乌克兰是能恢复2022年的边界。我在以前节目就说了这个特朗普的想法恐怕就是恢复到2022年就开战之前，因为这都是拜登的错。
他现在就是纠正拜登的错误。如果拜登没有上台，是特朗普连任，那么这个仗打不起来，那就是边界就是2022年2月24号那个边界。这个逻辑很顺，特朗普就要回到这儿就完了，他就是有所交代。他现在咬定的就是你拜登你捣乱，你拜登这个叫软弱无能。至于其他的条件，拜登不管了。特朗普他不会在乎，他只管2022年2月24号那个边界。乌克兰想要克里米亚，恐怕这个特朗普也不会太支持，只能悬而未决，就悬在那儿。不过咱们说来说去啊，特朗普他一心要结束战争，寻求和平，这一点咱们也说不出啥什么不是来。那求和停战，这个是符合社会潮流啊。但是你不能靠投降、靠下跪、靠割让土地来求得和平。你不能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大幅度击穿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底线，这个是全世界爱好正义人士所不容的。总之，这2天啊，普京应该是高兴不起来了，没有前几天那么高兴，因为毕竟他跟特朗普之间啥协议都没签成，人家特朗普现在跟乌克兰马上要达成一份协议，只要协议一签，你不管它是什么协议，只要一签，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就产生了联系，跟普京之间还没有协议，普京是不会高兴的。我说了啊，特朗普对普京叫口惠而实不至，那对这个乌克兰那叫大骂大帮忙，这骂也骂了，忙还要帮，没有办法，这就是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